故事嘅起源就係我男朋友俾咗500蚊我過1星期，我欣然接受，一於攞嚟做下星期嘅飯錢。第一日，因為晏晝要返工，所以我就買咗個唐記北菇蒸雞返公司食。唔知點解呢一間冇俾菜我，不過就有大量嘅飯，但我都冇食晒。我男朋友仲責怪我點解第一餐食得咁頹。夜晚係冇使到錢嘅，因為我返咗屋企食，落咗個杯麵，呢個杯麵勁好食，因為我落咗湯，所以其實冇咁辣。第二日趕住返學，不過都想買個靚早餐食，喺 M 記買咗豬柳蛋漢堡餐，加4蚊轉飲牛奶。呢一個菜有薯餅嘅，平時貴啲都唔捨得買。第三日，唔好問點解第二日冇食午餐同晚餐，係因為我真係冇食。朝早返學之前喺華御結買咗勁多嘢食做早餐。買咗一隻溫泉蛋、三文魚飯團同埋燕麥奶。午餐我買咗 A1 嘅雞胸沙律嚟食。其實我係從來未食過 A1 嘅沙律啦，因為我覺得38蚊一個沙律好似有少少唔抵。但因為今個星期有男朋友請，所以我就狠下心腸買咗嚟食啦。嚴格嚟講，我覺得係食唔飽嘅，但係冷氣健康冷氣手就可以試下咯。嗰個麵包粒咧係腍㗎，唔掂。呢一日我係食齊3餐，超級豐富。夜晚同咗男朋友食辣沙同埋海南雞，不過呢餐係佢俾錢嘅。第4日，因為真係太有錢，所以都係食華御結做早餐，12蚊一隻，直接買夠3隻，加隻溫泉蛋同埋綠茶包辦咗嘅早餐同埋午餐。夜晚同咗男朋友酒樓食，我就嗌咗龍蝦伊麵、啫生菜煲同埋鮑魚雞煲，勁飽。第5日，今日嘅早餐都係食豬柳蛋漢堡餐加牛奶，因為我用 coupon 買啦，所以呢個係24蚊嘅啫。有冇人同我一樣會夾埋塊薯餅入去個包度食？第6日已經嚟到最尾一日啦。身為一個專一嘅肥婆，早餐都係食 M 記，今日係食魚柳包餐，同埋買3隻茶葉蛋加餸。夜飲係 Americano， 我仲私補加咗個豆漿入去，令佢冇咁苦易啲入口。唔好奇怪點解個魚柳包會咁嘅樣嘅，因為我私補要塞咗隻烚蛋入去啦，而家仲要塞埋個薯餅入去食。正，午餐超好吃，我嗌咗外賣。其實我勁少嗌外賣，因為我覺得好貴啦。不過有錢剩，所以我就嗌咗芽莊嘅外賣。食咗番茄蟹湯檬同埋軟殼蟹米紙卷。我覺得個米紙卷就還好啦，個軟殼蟹勁多粉啦，有啲難食，唔會再嗌。個湯檬就唔錯，一開始係聞到好香蟹味啦，不過食落就還好啦。呢6日我真係食得好豐富、好充實、好滿足，再次感謝我男朋友資助我，期待其他更加多嘅贊助計劃咧，嘻嘻。雖然而家睇到係使咗401蚊啦，而唔係500蚊，但其實中間都有啲噼里啪啦嘅數，但我冇影低，所以就冇計到落去啦。但其實係用晒500蚊嘅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